自2019年起，印刷科技研究中心 Aptec 开始研究应用崭新的印刷色彩控制方法 Color Tone Value（CTV）。CTV 是 ASIL 认可，已成为首个粤港澳大湾区印刷团体标准。与现在的控制印刷方法一样， CTV 以监控印刷网点为主，同时还可监察颜色，容易掌握，方便应用。CTV 可使用于任何油墨、印刷材料、网点、网种和印刷方法。使用 CTV 印刷的图像渐变比较顺滑，层次更丰富，色彩对比度也较为强烈。呢篇嚟講咧，喺2021年啦，成立於香港嘅。而家嘅印刷個市場咧，我估最重點，你點去透過你嘅顏色、你嘅品質，去俾你嘅客戶有信心。透過咧全面生產嘅設備啦、自動化手臂啦、有效嘅色彩管理系統啦，而令到我哋所有嘅印件咧，都能夠喺今次同下一次印出嚟都係一致嘅。原來其實印刷係無處不在嘅。Hello Jim， 喂，係喺控制顏色上面都會有啲限制。咁喺你哋嘅角度有啲乜嘢嘅難處啦，或者咁講？目前嚟講啦，4色啊嗰啲都冇乜問題，但係你話去到專色嘅時候咧，就好多有拗撬啊。因為而家你都知啦，就係一般嘅儀器咧係測量專色嘅網點係唔準嘅。你上完我哋嘅 CTV 嘅理論課，你有咩諗法咧？係學到嘢嘅，即係開拓咗嗰個眼界嘅。因為我哋傳統咧就用網點去睇個密度，用密度去度個網點㗎嘛。但係 CTV 咧就係用一個即係色度學，即係人眼色度學去睇嘅。咁變咗做咗出嚟嘅嘢咧，佢個層次咧其實喺視覺上咧係順滑嘅。反而舊嘅方法咧就係有啲壓縮嘅喺層次上邊嚇。咁變咗如果能夠用到 CTV 嘅話咧，你印出嚟嗰啲嘢咧，嗰啲層次咧係會比較係自然好多。咁啊，上完理論課跟住到實操咯喎，你認為個效果如何咧？其實嗰日咧，師傅咧其實一印出嚟咧，佢已經係好好奇啊，走嚟問我，係佢話搞過啲乜嘢啊？係咪做過改過啲 file 啊？改過時，我話唔係啊，淨係喺個印版度有啲處理㗎咋。佢話因為佢就係覺得出嚟嘅嘢，因為我哋有比較啊嘛，我哋會印一版係 normal 嘅，印一版 CTV 嘅，一出嚟就比較得到啦。咁就係見到係用 CTV 嗰個咧嘅嗰個層次咧，我哋以前做分析嘅時候叫做 USM unsharp masking 呢樣嘢咧，係好似加咗落去咁樣嚇。但係如果呢一樣嘢咧，如果以前要做嘅話咧，就要喺可能 Photoshop 啊，或者係再之前嘅分析機上面做嘅嚇。咁而家呢個 CTV 嘅方法咧，佢可以喺個就係話喺個印版嗰度做一啲調節嘅啫，所以佢哋覺得好神奇嘅。最明顯係個層次啦嚇。我頭先提過就係話佢個化網冇壓縮到。佢係符合翻視覺嘅，即係你由0至100，佢可以分到100級。既然咁好用，咁喺生產上面係咪會用 CTV 咧？會啊，特別係而家即係話專色咯，頭先講，因為已經可以用㗎啦。又或者可能我4色嘅，將來部署下都可以用到嘅。你認為喺 CTV 嘅使用嘅時候有啲咩特別要注意咧？喺色彩管理嗰個角度就係話，應該由最前線去到設計師設計嘅時候，已經知道有 CTV 呢樣嘢啦。咁佢去用翻相對嘅 ICC 色彩 profile 描述檔咁樣，咁佢咧就可以由設計喺電腦 soft proof 時候就知道我印出嚟係咩樣嘅。咁我印嘅時候用翻 CTV 嘅方法咧，咁大家成條龍咧就會 match 翻啦。就係你講嘅 what you see what you get。非常之好啊！我哋都係希望 CTV 可以幫到業界。